剛剛大王先行告退，項少龍一家都已經錄完啦。Let's go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誰和誰春秋都指定天地號令。天命，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，亂局亦一樣入定。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調始祖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誰贏誰不需一兵半出便命定。他年輪迴今世劇情，誰望誰亦在歷史下效命，殘酷過一夜情。別高興，別以為調始祖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